仲沒有瑕疵、有手工痕跡，你接受到嘅。但係如果呢個工具有手工痕跡，係咪就只能夠選擇掉咗佢呢？掉之前你望一望，如果只係一啲呢好少嘅粗糙啦，甚至乎少少嘅倒刺啦，叫勾起到啲毛啦，咁呢一種呢，你摸落去未去到嚴重傷害嘅，只係呢有啲吉吉地驚有倒刺呢。我哋呢種呢，其實可以簡單處理一下，例如用我哋嘅一張砂紙，有少少嘅摩擦就可以嘅，唔需要用嗰啲好強嘅摩擦力嘅砂紙啦。咁啊，記住啦，千祈唔好大力啊！你就望住佢嗱，例如呢一度有啲嘅即係突出嚟嘅刺啦，咁我哋咧就輕輕嘅散散佢，係啦。咁然後咧又去輕輕嘅摸一摸，誒，好順滑啦。咁 OK 㗎啦，唯一嘅問題呢，如果你追求美觀呢，可能你覺得啊，點解好似有啲唔同嘅顏色岩岩慘慘咁樣用落唔靚喎？咁呢，好簡單嘅啫，呢個時候需要一啲嘅簡單嘅可能木具保養嘅油呢，抹一抹佢，咁啊成支嘅木保養咗佢呢，就會好似新嘅一樣。